怎么了？我在看小袁，以防他走上违法的道路。违法？你看看他的状态。哦，竞争型的白热化阶段。袁南柱，小袁，身心分离，魂不守舍，吃醋。我没吃错。小圆圆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心里话其实可以跟我们说的。你看我像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？你两个天天观察我有饭吃啊？还不去干活？暴躁易怒，性格突变，受刺激了。我感觉他要黑化了。这下老板，给你脸的是吧？出招了，出招了！两位要不要喝咖啡啊？你这就送个咖啡，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拿出你的气势来！温总，这是员工补充协议修订版，请您过目一下。也太嚣张了吧！虽然他没违法啊，但他已经在道德的边缘来回的试探了。你能忍？我这不是正在阻止他们越过道德的边境吗？你可得加油啊！人家马上走过爱的禁区了。不说也是，这条鱼条件也不差，怎么就又可恨又可耻又天儿挺好，叶总补妆啊。我不在乎什么天气，只想提醒一下这位袁特助。送文件、送咖啡、打扫房间，这种小伎俩太老套。老套？那就老套，怎么了？哼！这么靓丽，我的天哪！听姐跟你说实话啊，你跟这条鱼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啊。怎么讲啊？你看看人家，名牌口红、名牌包、名牌套装，
What about you, baby？ 我怎么了嘛？我都不说你妆容衣服了，俗话说美不美全靠腿。你看你的小短腿，输在起跑线上了吧？腿短怎么了？腿短它跑得快啊，腿长有什么优势啊？除了好看有什么优势啊？你说？行，强壮也是优点之一嘛。你加油，反正状况已经这样子了，努力啊！名牌，说的好像谁买不起似的。切他一天都跟你在一起。对，但是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把她当妹妹。他是因为跟你表白被拒绝了，才喝成这样。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解释任何都没用，你还是亲自问问当事人吧。月月，你师傅来了。我师傅哪儿呢？我花儿呢？送给你。真是送给我的？嗯。可为什么是百合花呀？百合打折，5折促销。嘿，你说，你为什么今天不告诉我？害我在那里白白等了一下午。你倒好，跑这儿来喝酒来了。因为我喜欢你啊，但是我不能跟你说。我接受你的表白。时间滴滴滴滴答答过，岁月到底偷偷偷走了什么？我还剩下什么？大雨一直哗啦啦的下，倒映在水里面最美的脸颊，是我深爱的你呀。等待就像映红海天一线的晚霞，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。我们结婚吧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结婚吧。结婚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喝酒才是人生啊！改了。是你呀，未经允许偷走我的心。我该怎样？怎么样冷静要我对你说我不爱你？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？起了。哎，醒酒，一会儿咱们商量一下婚事。婚事？嗯。这也太突然了吧！你怎么能想一出是一出呢？这怎么会突然呢？我爷爷跟你爸本来就想让你过来适应一下嘛。现在咱们两个感情尘埃落定了，我也该给你个完整的婚礼了。怎么，你不想跟我结婚啊？我当然想了。那我们明天就去啊。明天？嗯。这也太着急了吧！你看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我们要不要再商量一下？可是我们两家不就早就已经商量好了吗？日子特别重要，我们得选一个黄道吉日，还是得那种天时地利的，这样
我们的婚姻才能幸福美满，儿孙满堂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太有了！哎，算命了，看手相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看相算命，逢凶化吉，疑难测相。哎，你确定这个是大师？确定，我都问过了，方圆10里这位最出名，一定能给我们算一个良辰吉日。看来他们这个行业也不是很景气。走。二位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五官端正，气宇不凡，好一个富贵相哦！家境不错。大师，你算得太准了，尤其是他家境特别好。喂，我们看起来也不像是穷人吧？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最近是不是感情上受到了大的波折啊？也就是说，和你的爱人是不是感情上已经尘埃落定啊？但你这个落定呢，不是真正的落定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其实你们两个是面和心不合，将后啊会有一次劫难，这个劫难可大可小。你快说说。你看啊，你面带桃花，你的桃花重得很，这说明呢，你身边接触的女娃娃还不止你身边这一个。老师，您说的是前女友对吧？对，这个危机都是他自己做的孽。那怎么破解啊？哎呦，我给你们算了3天的结婚黄道吉日，只要你们按照这个日子结婚呐，保你们感情顺遂，夫妻恩爱。这都事先算好了？说明老师料事如神。看看，公元2021年8月初3，好日子啊！1年后！2022年、2029年，这都10年后了。照你这么算，我们可以领着孩子去结婚了。哎，走，干嘛呀？什么玩意儿？算的挺准的呀！哎，走吧。再算嘛。支付宝到账500元。哎，你说，你找的大师是怎么回事啊？算个良辰吉日都能算到10年之后去啊？这大师算的挺准的，万一被他说中了，我们遭了报应，离了婚怎么办？离不离婚还是别人说的算吗？我们自己的感情自己把握不了。这，一来传统就是这样，我们还是得遵循的嘛。那就打破这个传统，去教堂办个西式婚礼。啊？哎呀，就这么定了，走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的女儿们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，你倒好，在这儿多清闲呐！啊！你小点声行不行？先坐下，先坐下。你到底跑这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结婚了。哦，他谁呀？温敬晨。什么？这是你姐夫啊！你怎么能跟你姐抢男人呢？我跟他抢男人，他要是愿意，他倒是出现啊，他倒好，不知道跟着别的男人在哪儿潇洒。哎呦，我说，这你得体谅你姐啊，她从小被我照顾得这么好，也没接触过什么生人，这回肯定她让人给骗了。再说，我让你一直稳住温家，我可没让你真跟她好啊。这么说，还是我的错了？不，你没错，你没错，我错了，爸错了，你可别生气啊！我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了，但咱们这事儿啊，可千万不能张扬，速度肯定慢。但凡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！你要知道，我可是比你更急呀。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继续隐瞒下去呗？没错，
你就再坚持一段时间，我这儿很快的，啊。好，我可以再撑一段时间。哎，但是话我先说在前头。啊，你说，温敬晨，我抢定了。你这孩子，嘘。你去找你爸，他怎么说？他还能怎么说？就推脱呗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思雅一直在躲，你爸就算想找，也无能为力啊。你也找不到，我也找不到，他也找不到。我姐倒是能躲能藏啊。你别着急，总会有解决的方案的。我不着急，也就过2天公布婚讯了。公布婚讯？公布完马上结婚。我有办法了。在干什么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温氏集团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了。约现场，而今天到场的除了有2家公司的高层领导之外呢，现场还来了一位神秘人物。而这位神秘人物呢，正是前段时间被温氏集团并购的原生集团的千金，也正是温敬晨温总的未婚妻袁思雅小姐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去采访一下。袁小姐，据说您和温总好事将近，那请问2人的婚期定下来了吗？婚事正在商量当中，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。那么请问温家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呢？现在外面有谣传说，温家之所以迟迟没有将婚期定下来，是因为温老太爷对您还不太满意。怎么会呢？有这么好的孙媳妇，我爷爷恨不得立刻让我娶她回家。那温总您是怎么想的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今天最好。那看来温先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将袁小姐娶回家了。在这里呢，也祝2位携手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有一些事情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我的未婚夫说一下。因为你的出现，我开始确定，你就是我要牢牢抓住的幸福。我也开始明白，我不能再为了别人而活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了。我要好好守护我们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，不会让任何人破坏。下面这段话，我想对另外一个袁思雅说。另一个袁思雅是另外那个胆小懦弱、只会逃避的袁思雅。袁思雅，我不会再纵容你的懦弱，不会再给时间让你犹豫。我要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了，并且不计代价。他认真了。他居然在签约仪式上公然宣布婚讯。怎么，影响到你了？放心吧，签约已经顺利的完成了。那就好，只要能够按照计划进行，就没有问题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，你花高价钱请我过来做这件事情，就不怕我背叛你吗？要知道，我的对手可是曾经我最爱的人。首先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那就是我们家老爷子。其次，我非常了解我的弟弟，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他回头的，恐怕没有几个人。你吃准了他不会原谅我，这反而能激起我更多的胜负欲，对吗？不然，你觉得呢？
反正他要公布婚讯，不如咱们借此机会，公开向倪姐喊话，逼他一把。可是他连婚都逃了，还会在乎这个？这是你想找他的唯一机会。那他要是一辈子都不出来呢？你能瞒一辈子吗？原来，这就是你突然想要接受采访的原因呢？是吗？你向我的表白啊，我非常满意。月月，你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不鸣则已？你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，我还以为你拿错剧本了呢。怎么啦？我就是想向全世界宣布，你温敬晨是我的人，任何人都抢不走你。哟，你这霸道的样子倒是不输给我。快说，你那些话自己偷偷对着镜子练了多少遍？还真被你猜中了。你看，我草稿都在这儿呢，你都不知道我刚才演讲的时候有多慌，我差一点点就忘词了。还真有草稿呀。那我得收藏起来，以后给我的孩子看。他要是问我，我就说这是你妈写给我的情书。什么孩子不孩子的，你说的也太长远了吧？还给我！不给，我不仅要给我们的孩子看，我还要给我们的孙子看。以后这是我们温家的镇宅之宝啊！什么镇宅之宝啊？你还给我！电话。是你吗？是我。我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你安全就好。采访我看了，我知道你想让我出来，把一些事情都解决清楚。那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现在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。我要在温家人面前演，要在妈面前演，我甚至还要在自己最喜欢的人面前演。所以我每天都做噩梦。我梦见你再也不肯理我了，再也不肯原谅我。月月，真的对不起。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的话，你就现在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去温家跟他们道歉，去把事情。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说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？等到我瞒不下去，等到我被拆穿，等到袁家被温家告上法庭的那一刻，你才说吗？袁思阳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？你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让我背锅？下个月20号，我会准时出现。这段时间你再替我隐瞒一下好吗，月月？那你要是不出现呢？那你就把一切都说出去，后果我来承担。小圆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攻气十足的一面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有一种像嫁女儿一样的感觉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底下都炸了，尤其是龙助理，感动的那叫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龙助理，你还会感动呢？以你的立场，你不是应该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吗？虽然你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占用了公众资源和工作时间，但是出于人道主义，我还是要为我的好姐妹加油的嘛。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老板，什么时候能吃上你们喜糖啊？快了，现在第一步公布婚讯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呢就是见父母了，是不是啊，月？什么？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我是说，
什么时候见岳父岳母？见父母。其实我一直瞒着你一件事情。我爸妈离婚了。啊？你爸不是跟我说他是丧偶吗？什么？丧偶？他敢这么说啊？哼！我妈说丧偶也就算了，他居然敢这么说，我真是……可能他有什么苦衷吧。哎呀，苦衷什么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不能出现在同一个场合。那就分开见啊，反正你爸我之前见过，这次就见你妈了。我妈脾气不好，性格也很暴躁。没关系，我脾气好。我妈嫌富爱贫。嫌富爱贫？你确定你没用错成语？确定，就是嫌富爱贫，就是特别讨厌有钱人。唉，月月啊，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感情还心存疑虑啊？这么荒唐的借口，你也能拿出来用啊？我说的是真的，这也有可能是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吧，所以她特别的排斥有钱人。我不让你见她，也是为了保护你啊。我不信。真的。哎，正好我跟他说两句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喂，妈。袁家石呢？啊，袁家石那个烂人躲哪儿去了？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！妈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我不听。袁月月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？竟然敢冒充你姐，替她去结婚！这2个月你玩消失是去锻炼演技，准备出道拍电影了是吗？你还敢在电视上登结婚启事？你是怕你姐看不到呀，还是怕我看不到呀？哎呀，你别生气，生气伤身体啊！你还怕我伤着身子？那你还能干出这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去给我把那个不敢接我电话的所有人给我找出来，让他给我解释清楚。他要是说不清楚，我现在就赶去文大师找你们。他不接你电话，他能接我电话吗？你还理直气壮的，你有理了你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啊哈。你听，你听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你就接吧，你要是不接，他一会儿还得打。不是你刚才没听到啊？这拿起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谁敢接啊？哎，听牌了，听牌了啊！哎，不是啊，是你女婿打的。女婿？哟，不胡牌，不胡牌，不胡牌了啊！哎，温总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我没接着。所有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想瞒您的，只是事情发展的越来越复杂了。这么说，你真的爱上温家那位了？除了您，他是最在乎我的一个人，而且他跟一般的有钱人真的不一样。那你姐怎么办？现在名义上他还是你姐的未婚夫啊。我姐跟我说了，她说让我再瞒1个月，到时候她就会把事情的所有真相都公之于众。妈，你会理解我的对吧？我理解你个鬼啊！我当初就是上了有钱人当，要不是以前嫁给袁家石，哪有那么多麻烦事嘛？大女儿逃跑，小女儿顶包，还不都是钱惹出来的祸呀？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有啊，你以前放的那个叫什么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演的不就是这一出吗？袁月月，你给我闭嘴！那个妈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温敬晨想来拜访您，您看您哪天方便啊？哪天都不方便。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，您太好了，谢谢妈，拜拜。袁月月，同意什么了？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？就刚刚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要告诉你，我妈同意你去看她了。那是好消息啊！哦，对了，我确实误会你了。我给你爸打电话，你爸跟我说，你妈确实是脾气暴躁又嫌富爱贫的人。我一直以为是你编出来的理由搪塞我的。我倒想找一个理由搪塞你呢，但是你也先别高兴得太早。以我妈的脾气，我估计这是一场鸿门宴。就算是鸿门宴，为了你我也值得去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。
我一定会打破你妈对有钱人的偏见。好啊。哎，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带着女儿们去游乐园玩吗？你还敢来？我还没找你算账。我这不就是来给你道歉的吗？顺带呀，一会儿看看女婿，我就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。我看你是来攀关系的吧？你说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，还不得气死？辛辛苦苦给你盘的公司，让你给卖了。当年非要死要活的逼着我离开你，说怕影响你的前途。哼，看你现在这个没出息的样子，还需要我来影响吗？是，你说的都对，我这妈呀就是太专制了，她对不起你。不过现在人也不在了，我们就也别揪着这事儿不放了。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就是把思雅留给了你。表面上你们把她打造成一个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，可实际上呢，她只不过是你们用来打通关系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哎，你说这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况且我妈那么精心的培养思雅，不过也就是希望嫁个好人家。哎，温家那么好的人选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？思雅她要是愿意嫁，她能跑了吗？别气啊！我们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而且呢，思雅呢也答应她会马上回来的。上你做的啊！你给我出去！我不爱跟你讲话。不是我，你给我出去！好出去！出，我听你的。你消气啊。一会儿我进来接你啊。哎，对了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面子啊？对未来的女婿态度好一点。哦。这也太傻了。来，这件你觉得怎么样？再找一条裤子。来，瞅瞅，有没有很大？就这个啊？嗯。你这，我先给你补行不行？哎，你干啥呢？这是我专门挑的做旧款，就是要显得稍微寒酸一点。你都不懂，我妈最喜欢这种。我要拿给师傅看看。来。师傅，我们都要见父母了，你怎么还叫我师傅？温经理啊，温总啊，叫我哈尼。你也太老土了吧！我不是说了吗？叫你师傅可以理解为爱称，只是，这就是你的应对之策。对啊。你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妈不喜欢有钱人，尤其是穿成你这样的。这可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今天装成穷人过去，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啊。我不是让你装穷人，我是让你稍微收敛一点点你有钱人的气质，做一个低调、沉稳、有内涵的有钱人嘛，这样我妈才能对你刮目相看。你看啊，既然是为了让你妈刮目相看，那我是不是更应该做自己啊？我让她知道，有钱人也是不一样的。你说了不算。没有更多关于袁家女儿的资料吗？比如袁家是有2个女儿之类的信息。袁家是外迁来温大市的，所以很多资料呢都得去原籍查，这相对来讲的话时间会比较长。另外，就算去了原籍所在地，因为这个时间久远，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有用的信息。那就继续查，
直到查到为止。叶总，会不会是您听错了之类的？我亲耳听见的。既然从身份这块查不到，那就从他本人开始定，从他身边一切熟悉的人开始定。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破绽。小姐，你看，这个怎么样啊？挺好看的呀，你去试试吧，穿在身上才知道嘛。去吧，拿着吧，去吧。这气质，扣子崩了都遮不住啊！看来还是这件衣服太贵了。你是想我崩一个扣子还不够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要演就演全套嘛。我再给你找一件啊。这套就不错。这套也不怎么样。怎么会啊？多接地气啊！我妈就喜欢这种朴实低调的，去试试嘛。哎呀，再去试试嘛，去。还有没有再便宜点的？小姐，你别看我呀，就他那气质和长相，就算给他披麻袋，他都能穿成定制的。我实在无能为力。那我还是自己找一找吧。这件是……这不行啊，这是我爸的工作服。你爸的？就是这个感觉。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，还好意思跟我来办夫妻和睦？哼，穿的倒是西装履带、衣冠楚楚的，实则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离我远一点，能闭嘴就别开口说话，别丢我和月月的脸。不是，是，毕竟人家也是个体面人，我今天这个打扮也是为了月月的面子吧？有钱人是吗？有钱人顶个屁用啊！啊，光鲜亮丽的皮囊之下，有几个有赤子之心的？无疑是混立在名利场。哼，像你一样丢失了本性。哎，你说我可以啊，但你一会儿千万别这么说温家啊，拜托。记住啊，一定要忘记你平常的生活习惯，接地气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那么亲民。对了，买单不能说买单，要说好多钱。好多钱？对。哎，可是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不应该是你爸妈买单吗？没错，找到人物状态了，保持好你现在的状态，就是这样。是这里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件啊。阿姨好，叔叔好。哎，阿姨，您叫我小温就行。你看咱们的女婿穿的多质朴啊，这跟咱一比，我这太浮夸了，自惭形秽了，自惭形秽。叔叔过奖了。妈，其实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投身在富贵人家也不是他想的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小温跟我说，他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，过着普通的生活。是啊，我也挺无奈的。哎，叔叔阿姨别站着，坐吧。啊，对，来坐。哎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你上次不是说要请我到你们家喝酒吗？
我看你这衣服挺眼熟啊。没事儿。衣服啊，衣服都千篇一律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也是啊，喝酒去，走。今儿怎么没事了？啊？温先生，这是08年的波尔多红酒，您试试。你不是不喝酒吗？装什么呢？妈，他平常只喝营养快线，对吧？是啊是啊，快，撤了撤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不一样，咱们喝一点点，不碍事啊，没事。你最近的状态不错呀。啊？当然了，有好事儿啊。什么好事儿？我呢一直在筹划一件事情，并且这件事情我已经筹划了很久了，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。说来听听。想知道啊？先喝酒，干杯。谢谢啊。虽然我平时不喝酒，但是今天第一次见叔叔阿姨，我还是要先敬您二位。对了，我说温总啊，叫我小温就行，或者直接叫我女婿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让你叫你就叫嘛。哦，女婿，你看咱们女婿多有心呀，百忙当中还抽空来看我们。女婿，你多体谅啊。月月他爹呢，也是初次当人家岳丈，难免有些生疏。妈，小温也是首次当人家女婿，你多担待啊。看你这话说的，自己的女婿，我还能亏待他不成？小温啊，今天见到你，我也算放心了，长得也算是人模人样的啊。哦，呸，一表人才。没事，为人处事呢也大方利落，一看对我们家月月啊是特别的放在心上。月月脾气随我，一向来都是温柔体贴，性格呢是1等1的好呀。这点呢也是受我和他爸爸的影响。是啊，阿姨说的是，月月的性格呢确实是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啊。我能娶到你，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商业互捧，真是为难你们俩。小温啊，今天我把这个优秀的女儿交给你了，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她啊。相信哪天离婚了，你们也能像我和他爹一样，相敬如宾，宽容以待啊。大白天的还能喝多，果然年纪大了。我听见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年纪不大啊，我也没喝多，我是高兴。坐下。你是我的好兄弟啊，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心愿。好，你说。20号，只要我拿下开发权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我的女人。好，我替你开心。哎呀，20号，指日可待啊！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是演的好好的吗？是个人都能感受到你的嫌弃了好吗？你要再这么演下去就穿帮了妈。我都不怕穿帮，你怕什么？
再说，就算穿帮了，别人要怪啊，也是怪我们父母没有教好。你看，连自己亲妈都骗，从哪个剧组借的服装啊？故意装节俭，就你俩这拙劣的演技，还想套路我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错了，行不行？错了。我看得出来，温家对你倒是真心喜欢，要不然怎么可能陪你穿那些破烂的衣服来演戏？但是啊，你在他心里的位置越重要，我就越害怕。我担心你会受到伤害，知道吗？其实，打从我做这个决定，我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。事情打一开始，我早就没有退路了。从小到大，净给我惹事。妈，那你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妈，是不是原谅我了？哎，来，找一个啊！我说女婿啊，你对咱们月月的感情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也知道啊，月月的性格捉摸不定，说不定哪天她就跑了啊。我这么着急见你们，就是想经过你们的同意，早点把她娶进门，这样我心里的石头才能落地啊。那我同意了，但是要娶我们家月月，必须得拿点诚意出来。您说？听月月说，你最近在忙商业区开发的事儿，等你这件事情忙完了，就好好的筹备婚礼。我的宝贝女儿，必须要有一个像样的婚礼哦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绝对亲力亲为，谢谢。谢谢妈。怎么样？我今天表现不错吧？我就说了嘛，阿姨还是蛮满意我这个女婿的。满意，特别满意，满意到刚吃完饭就把我们送出来了。你这在讽刺我吗？被你听出来啦？你是仗着自己有家人撑腰吗？当然啊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你的地盘？那你是不是要带我了解一下？了解什么？了解你啊，了解你的兴趣还有爱好。我的兴趣爱好，你恐怕不会喜欢。不会的，你喜欢什么，我就喜欢什么。真的吗？走，快点，快点。这就是你的兴趣爱好？对啊，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健身，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。健身不应该去健身房啊，这都是小朋友玩的地方，我不玩了。谁跟你说这是小朋友玩的地方了？你看，这是老少皆宜的活动，还是说你这个老胳膊老腿蹦不动了呀？我老胳膊老腿？你在激我是吗？玩就玩，谁怕谁呀？来啊，跳啊！怎么样？不敢了和你走在一起，耶！我假装像风景，害羞看你的眼睛，像翻开塔罗牌的谜底，未来虚境，来不及再尝尽甜蜜事情，也担心你笑我太轻轻，一点一点靠近，有种下去吧。这么高？我们换别的玩吧。你不会吧？你又不敢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，你就下去吧。你又想激我呀？没用的，这次我死都不会跳。你过来。说话算话。我不会又被套路了吧？你下来啊！等我！喂，你怎么可以赖皮啊？我都跳下来了，你该不会刚才的承诺也要耍赖吧？我像那样的人吗？你也太小气了吧！
修蛇哥。月月，上次你说你姐20号回来是吗？对啊，咋啦？没事，我先挂了。20号，只要我拿下开发权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我的女人。大哥，我这酒刚醒，你又约到这儿了，慢点喝。你是要借着还衣服再找我喝啊？你干嘛？袁思雅是不是你带走的？谁？袁思雅。袁思雅好端端的跟我弟弟在一起，我带她走干什么？你别在这口找糊涂。我说的是袁思雅，袁月月的姐姐，你弟弟真正的未婚妻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什么袁思雅，什么袁月月，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吧？我当然听不懂了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得懂。你敢说照片上的那个人不是你？还想说这件衣服不是你的？衣服当然是我的，但是你刚才给我看的照片，我不认识。你还狡辩？骗子，枉我当你是兄弟！打够了吗，裴哲？当你怀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最好是能拿出让人无法反驳的铁证，不然，请你不要随便的污蔑别人。秀哲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年轻就容易使冲动，但是冲动往往会让你失去真心对待你的朋友，明白吗？好好想想吧。回去把手包扎一下，单我买了。里边那束我买了啊，好的。思雅，裴修哲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。喂，叶总，跟你汇报一件事情。这个你看一下。这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我们父母也见了，婚也定了，是时候该立一个婚前公约了。婚前公约，这不是应该婚后立吗？婚后都一家人了，提这些干嘛呀？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把我当外人是吗？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啊！你先看看。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相处氛围，以共同进步、互相帮助为前提，现出具以下婚前公约条例：一、不能在公司有越矩行为、嬉戏打闹、眉目传情，禁止行为包括亲吻、拥抱、肢体接触。哎，那是我在平时工作当中这么碰你一下，是不是也算是肢体接触啊？我的这个肢体接触，它分为2种，一种呢是主动意识，一种是被动意识。我这里面只针对主动意识。
二，在家同上。喂，你到底防我还是防狼啊？我不同意。那家里面可以放松一点点。那就把它改成在家里禁止嬉戏打闹，眉目传情。不过可以亲吻、拥抱、肢体接触。啊！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打印出来，给我签字。还看着我干嘛？再看下去就变成眉目传情喽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回来坐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袁小姐的，方便借一下吗？不方便。你好，请问两位喝点什么？美式，冷萃，不加糖，加满糖。好的。唉，晋晨的品味真是越来越差了。你不会又想来威胁我吧？我这个人向来都好话好说的，你看看我们俩，衣品不一样，口味不一样，连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可是看男人的眼光却是一模一样。我知道你是他的初恋，可我相信你应该也很明白一点，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夫。真的是你的吗？人呢，要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，再看看脚下到底是平原还是万丈深渊，不要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行占为己有，到头来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你说话能不这么绕吗？你这么说我也听不懂啊。还跟我装，听不明白没关系，我也只是告诉你一些我的人生经验。这次来我也没想让你离开公司，当然我也没那本事。那你说那么多干嘛呢？我们公平竞争。公平竞争？我们一起辅助进程完成。这段时间内谁也别打扰谁，一切等结果出来之后见分晓。你好，这是您的美式咖啡，不加糖。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？你会答应的，因为你知道这次对晋晨来讲意味着什么。66666，你这还不是威胁啊？既然他是为了我，那我就更得陪在他的身边，并且寸步不离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你的咖啡。那你们先聊。他都没你紧张。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现在应该知道他对我有多重要了吧？那你也应该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我会帮你的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你说了，放下过去，那我们都忘掉好了，一切归零，重新开始。怎么？你这表情不相信我？我觉得你变了。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因为他有天才少女的名号，还是因为他是袁氏的大小姐？都不是。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。
好，我懂了。不过人是会变的，感情也是。从前你爱我，现在你爱他，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再次的爱上我，这谁也说不准。你能不能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？那是我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防不胜防。叫你宋月月去签什么公约？你看到没？杀出个更厉害的程咬金。你有事儿吗？小袁，这次我支持你，不管你是打破规矩、揉碎规矩，一定要把这个阵地给我守住了。让我立规矩的人是你，让我打破规矩的人也是你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现在都什么情况了？敌人的号角已经吹响了。基于我们的友情，我决定在我的职业道德上做出最大的让步，挺你，挺你，挺你。所以你这是为了我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哦？良心诚可贵，友情价更高。若为姐妹好，啥啥都可抛。哎呀，这约都立了，我这要是违背了，岂不是打破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了？你看，这第2条写着，在家可以亲吻、拥抱、肢体接触，这就说明了公司是他的地盘，那在家里就是你的主场啊！哎呀，搞这些虚的干嘛呀？我相信我和师傅的感情现在是坚若磐石、固若堡垒，没人可以拆散的。姐妹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那你赶紧去找你的鬼吧！哎，我哪来的什么鬼啊？嘘。怎么，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我跟他在公司聊了一下午工作，你就没有什么想法？你都说是工作了，那我支持你的工作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可是未来在公司还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，你还会支持我吗？支持。你不吃醋，我反而有些失落。你真希望我吃醋啊？当然了。其实也不是不吃醋吧。那你可以改公约啊。作为我的特助，我不介意跟你嬉戏打闹、肢体接触，还有拥抱和亲吻。又想套路我啊？好好开车，注意安全，遵守交通法则啊！学聪明了你。叶总好。叶总，温总已经过来很久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，刚从温室回来。事情进展怎么样？现在在联系各大品牌商，只要他们能入驻，我们和温室分裂之后，也能有更多的成本拿下开发权。辛苦你了。你跟我弟弟呢，相处的怎么样？怎么，怕我跟你弟跑了？有一件事一直想要问你。你说。你想打败温室，真的只是出于想向你爷爷证明你自己，就没有别的目的？别的目的当然有了。比如呢？想挣更多的钱。温总真是越来越幽默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难道你不想吗？其实咱们两个的目的是一样的，无非就是名，或者是利。或许吧。家里是我的战场，闪件战袍
不过分吧？哼，你怎么突然进来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我想进来就进来了。你该不会是想穿这种盖到脚的家居服来诱惑我吧？谁想诱惑你啊？你干嘛进来啊？哦，文君在帮我准备衣服，让我挑挑看有没有合适的衬衫。那你慢慢选吧。我现在又不想找衣服了。你这表情是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履行公约。我们好好说话行吗？在家里可以拥抱、亲吻。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夫。真的是你的吗？现在都什么情况了？敌人的号角已经吹响了。月月，想告诉你，心动的原因是你心底的秘密。我去，引火上身！全世界都不如你。你危险！你的温馨，你的宠溺，让我有勇气告诉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想拆开这。啊，桂姨，哎，小二姐，他走了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小二姐出大事儿了啊！就在刚刚，哎，有一个这样，这样的一个女人把他给接走了，还说有什么紧急的会议要开，我呸！害得我们小二姐一会儿要打车去公司，我气死了。叶芷瑜啊，小二姐你放心啊，桂姨我是坚决站在你这边的。我们家小萌常常教导我，你要防火、防盗、防绿茶婊。这次我觉得你们家小萌说的特别对，可说呢。所以我们得出招。拿着刀。喊他。没错，盘他。什么？小荣，他们人呢？去天一开会了。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给你吧。这次这份没读吧？上次的也没读啊，我还能谋杀亲夫不成？那可不一定，化学老师讲的案例可都是情杀。放心吃吧，毒不死你的。小荣，你说我们俩是不是被抛弃了呀？我没被抛弃啊。为什么呀？我的老板是你不是吗？可是我被抛弃了，你离失业还会远吗？我不能失业，公司才给我交了5险1金。可是我们俩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公司增加一点人气，现在倒好，连凑人数都用不上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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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们得主动出击。就这样，你改一下公约，你就说不准温总接近叶芷瑜。哇，你不行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哼，那你就等着你的原则将你的老温亲手相送吧。
最近辛苦你了。这段时间能跟你一起工作，不仅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，我最开心的是每天都能待在你身边。你电话。晋晨，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到我们依然很默契吗？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。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温是你哥哥温良烨。所以这个公司的幕后投资人是我哥。他现在给我打电话，就是在催我把最后的方案发给他。拿到方案之后，他会操控天一，再把全部的备案应用到另外一个子公司上。而你们集团在毫无备案的情况下，也只能认栽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可以为你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。不可能。从始至终，你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哪怕我在国外的每一天，想的也都是能有一个像样的成绩，骄傲的去你爷爷面前告诉他，我能配上你。我现在可以放下我内心全部的骄傲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我非常理解你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在我心里，没有比月月更重要的人。我可以帮你啊，预案我都做好了。这几天我们一起在公司加班。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在把你们自己拉向黑暗的深渊。我劝你们趁早收手，好好跟文氏合作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为了他，可以什么都不要吗？是。还有，麻烦你转告我哥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你不看一下我的方案吗？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在干嘛？一直不接我电话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整理资料。女士，请问这位先生的餐具可以撤了吗？啊，这样，你现在呢，把最终定的方案传到我邮箱里面。好，我马上给你传过去。哦，还有，我想善意的提醒你一下，我们两个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放心吧，我很清楚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王经理，你帮我准备一下，明天我会去趟公司。好。哎呦，怎么了又？没事。是不是他又惹你生气了？还是今天加班又不回来了？哎，你说他也真是的，这天天加班，那还有没有个头啊？没事的，他只是出去工作了。工作和那样的女人一起工作，那这工作环境也太险恶了。小媛姐，我以阅遍总裁文的经验告诉你，撒娇女人最好命。那女孩子就是不能太懂事儿，得作啊，往死里作。那女人就是越作才能得到爱。女孩子不能太通情达理，要作。那当然啦。哎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撒娇、任性、耍脾气，那你至少得学会一样。太懂事儿，那男人反而不知道珍惜。你看我们家小萌就特别会撒娇。没错，我就是太懂事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去干嘛去？打电话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太危险了。
我们家月月终于开始担心我被别人拐跑了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呢。可是我闻到家里有一股浓浓的醋味，我怕家里被醋淹了，就回来了。你是在说我吃醋吗？哎，你想多了吧？我这么有理智、有分寸的人，怎么可能吃醋呢？你看我这几天有没有打扰到你的工作呀？啊？那倒是没有，那可不是。所以我更害怕呀，怕你的不鸣则已。话说回来，你准备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怎么啊？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你是不是特别失望？总之你加油就行了，我相信你只要努力，你也可以。那万一我要是真的失败了呢？万一你要是真的失败了，那也没关系啊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那你是失败者，你就是成功者他们的爸爸。你的意思是我要是赢了，他们都变成我爸爸了呀？好像是哦。哎，吃吧。谢谢。不喝，你喝吧。叶总，叶总好。叶总，里面股东们正在开会，您暂时不能进去。我也是股东啊。再说了，本来就归我管，让开。叶总，温总将您除名了，特意吩咐的您不准进去。这是要让我出局啊？什么？天一要退出合作？小月月，你老实说，你昨天是不是对那位初恋情人做了什么呀？我能对他做什么呀？我这些天表现你们是有目共睹的，我连话都没跟他说。那天一这是要釜底抽薪啊！原来早就打好算盘了，规避了合同里面一切的违法条款，这是要白我们温氏一道。龙助理居然能分析到这一层面，那当然了，学分不是白拿的，班也不是白上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关乎于我们温氏的前途，更关乎于我的五险一金，我能不关心吗？今天穿成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种大牌的感觉？可是穿成这样不太符合今天的场合吧？不是你让我换换风格吗？我错了，你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想那么多干嘛？走吧。去哪儿？蹦迪吗？准备一下，门口集合。好。完了，自暴自弃了。是放弃了，里面请。那人穿的什么呀？对，肯定是气的。两位请这边就坐。坐。对呀。师傅啊，相信自己，外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回头介绍我们认识一下。下次了解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加油！有你在我身边就已经很好了。我怎么觉得没我在你身边你会更好呢？好了，看看这两个人心也太大了吧？什么时候了还在秀恩爱？你们有没有紧急备案啊？总不能天天由命吧？没有啊。不是，你有什么计划你可以跟我说的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万一这事儿要黄了，你说公司会不会裁员啊？裁员会不会裁到我？名利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有些事情挣扎也是没有用的，不是吗？文君，啊，把文件给我。啊。唉，怎么？秀恩爱呢？哎，快看，这怎么温家还派2个代表啊？
是啊，真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质问家人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家开后戏这么？是他？你跟他很熟吗？我还没怪你呢，上次难道不是你把他找回来，假扮你吓唬我的？这是弟妹吧？你好，我是晋晨的哥哥，我叫温良业。大军在那边，我带你过去。你很怕我吗？怕我吃了你啊？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不需要看懂我，因为你拥有一切我没有的东西。当然，你也不知道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。我不会恨你，我也不怪你，你也是无辜的。我只是想拿回我应得的东西。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趁爷爷还不知道。可以。我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当然，我知道你想再争取一下，毕竟现在输赢是个未知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正如大家刚刚所看到的，我们木雅企业在地产开发方面呢，主要侧重的是医疗、文化、商业等一些便民和利民的服务。所以呢，综上所述，我们木雅虽然是一家新的公司，但是我们的合作方是业界的翘楚天湖集团。所以这次如果我们拿下开发权的话，定会精诚合作，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。谢谢。下面有请我们温氏集团的总经理温敬晨先生为我们阐述他们的方案。有请。大家上午好啊！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温氏在昨天经历了一个大事件。原本跟我们一起合作参与此次开发的天一集团，在昨天突然退出了这次机会。面对如此大的变故，我们温氏没有任何退路，只能选择迎难而上。现在大家看到这里呢，是我们温氏在几个月当中所谈下来的各大品牌资源。这些品牌当中呢，也包括了文化、教育，还有餐饮及建筑等等方面。不过，这些品牌也只是我们合作的一小部分。天一的退出确实对我们温氏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，但是好在温氏历年来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并没有流失。所以，我们才能将此次危机迎刃而解。接下来这些呢，你们会看到图片里的这些建筑，也是我们温氏集团呢在未来对建材方面的一些升级，还有安全性的方面，以及建筑经验还有质量方面的保证，都有一些新的提升。总之，温氏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企业，一定会是此次城关商业区开发案的无二人选。我也相信，我们的诚意一定能够打动在座的各位。谢谢。程度真是不一样，温家太有素了，温家实力太强了。是啊。你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个商人。从叶芷瑜回来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，他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我们上钩罢了。老板，还好您留了一手，没有将底牌完全暴露出来。我答应过爷爷，一定会拿下这次开发权，
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所以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退步。行啊，一直以为你还是个孩子，但我现在觉得你长大了。其实我应该也感到欣慰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公司垮了，爷爷倒了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金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拿到开发权，你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当然，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既然成功了，应该感到高兴才对，回去好好庆祝庆祝，别愁眉苦脸的。你说温良烨致败了？是的，叶总，没想到温建成竟然还留了一手。原来从始至终你都没有相信过我。既然你温良烨也达不到目的了，那我就再帮你一把。大中午的，喝闷酒呢？你不是也是中午来的？我是因为高兴才过来喝酒的。我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。没错，我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袁思雅。上次的事儿，跟你道个歉。我不该那么莽撞。我回去后想了想，你是温建成的哥哥，自己的哥哥怎么可能会抢自己弟弟的女人呢？不过，你为什么要和温氏去强盗？你不也是温家的人吗？温家，我那个爷爷要跟你一样想法的话，我也就没必要跟温家对着干了。我真是个傻子，想都能想到啊！你是温建成的哥哥，温氏的总裁却是温建成，很正常，因为我是私生子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20多年前我就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。看不出你哥其实对你还挺好的。是啊，他人确实挺好的，而且还很照顾我。只是他性格比较要强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出国了，说是要做出一番事业来，好让我爷爷对他刮目相看。那你爷爷为什么会对他有偏见呢？因为他是我爸的私生子。我爸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我妈的心脏病加重了，我爷爷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丢人，所以不待见他。那你爸呢？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哎。我要说他去云游四海了，你信吗？云游四海？我妈过世之后，我爸非常自责，他认为自己是温家的罪人，所以自愿放弃这一切离开，也算是赎罪吧。那他现在在哪？
不知道，不过他每年的年底都会写信回来。这不，我们订婚的时候，他还给我寄了花篮。啊，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啊，等你回家你就知道了。这么神秘，有惊喜啊！嗯。你回来了。爷爷，我跟思雅是两情相悦，况且晋城跟思雅完全就不认识，您非要把我们拆散，然后推给晋城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人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可以让着晋城，难道我现在要把爱情跟感情也要让出去吗？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中的人，我认定的事儿，你就是跟我说的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在您心里面，您有没有把我当成您的亲孙子？你欠人家的。我要是不让我，那你就试试看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他袁家敢把女儿嫁给你？对不起啊，我连一份光明正大的爱情都给不了。我真的挺没用。没关系啊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怎么还不来电话呢？喂，姐，说好的今天把事情都说清楚，你可不要食言啊。说吧。哦。我的回忆里埋藏多少秘密？对不起，一直都害我不可以再这么自私下去了。有人在提起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第一次相遇，我们都是为了逃离，有些默契，才想尝试爱情。有太多可以，就为看清楚你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惊喜吗？啊，跟你相处的这些日子以来，总结出你喜欢吃西餐。当然，58000的西餐我是请不起啦，而且在外面吃也不健康呀，所以我就让桂姨准备了这些。你还打算瞒我多久？瞒你？你一直都在骗我是吗？不会这么巧吧？已经知道了。
对不起啊，我本来就是想今天跟你说清楚的，只是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的。我确实没有看错你啊，袁思雅，你果然是一个天才少女。我的2个孙子呀，被你玩的是团团转。你为什么还要和温良烨联系啊？温良烨？这不是我啊，爷爷。那还是换脸不成啊？不是你，那是谁啊？这个是……他姓温，年纪比我大很多，长得也不算帅，可在我心里，任何人都比不上他。季晨，你只有拿到开发权，才能掌控你的人生，不是吗？那么我也一样，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原来姐姐喜欢的男人是温良烨，他们这么拼命，只不过是想得到爷爷的认可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跟我哥早就认识了？你快点告诉我，解释啊！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跟温良烨一直藕断丝连，他在玩弄你的感情。我要听他亲口告诉我。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没法解释啊。难道你跟我哥早就想来了？季晨，你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跟我走！你那边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男人就是温良烨？告诉你，又会有什么改变呢？我们还是得回去面对一切。那就回来呀，我们2个一起去好好跟爷爷讲清楚不就行了？月月，你了解他爷爷吗？我们不是没有争取过。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就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反击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变得强大，这样才有底气和他爷爷讲条件。否则，以他爷爷的脾气，我们这辈子都别想在一起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法治社会，婚姻自由，你们2个要想在一起，他能怎么着啊？所以我逃婚了呀。只是我没有想到爸会把你找回来，事情反倒闹得不可收拾了。月月，你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，我会回来的。你们2个为了在一起，不惜付出这么多代价，现在回来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啊。月月，你为我承担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该是我来面对的时候了。拉倒吧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明明就是爸脑子不好使，偷鸡不成反18米。你们2个现在要是回来，温家要是告上袁家，那你和温良烨这辈子就更别想在一起了。月月，你知道吗？其
其实，我有时候真的挺羡慕你的。我经常会在想，为什么妈当初带走的不是我呢？我宁愿去一个小城市，过着像你那样的生活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你赶紧去找他说清楚，去好好跟他说。我相信他肯定会理解你的，知道吗？反正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，不如一错到底吧。月月，你没必要这么做的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我只是觉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揭穿了，谁都没有好果子吃。我想要放过我自己，有些过去不必想起，就算回忆调皮，还是自讨没趣。我想要相信我自己，还能拥有眼泪的运气。很感谢你给我最好证明。筹划了这么久，还是没能拼赢温氏这块硬骨头。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找我陪你喝庆功酒。我全都知道了。事到如今，确实你应该什么也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婚礼之前不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有用吗？你能说服爷爷吗？我会尽量想办法成全你们两个呀。傻弟弟啊，别说傻话了。什么成全不成全的不存在了。爷爷你是了解的，他一身的王子病，谁能改变他所做的决定？你呢，不要多想，也不要有内疚感。如果非要说做错了的话，也都是我的错。哥哥对不起你。你爱他吗？我要是不爱他，我为什么毫无顾忌的做那么多傻事儿啊？嗯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思雅，梁爷，我不想要什么名分了，
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去和老爷子好好说说啊，好好说说，好好说说啊。你可听好了，出了这个门儿，你就跟我们温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把东西给他。请你转告你的父亲，你们袁家出去就不要再提这桩婚事，我们温家丢不起这个人，就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抓紧时间把婚约解除了，我会派人去通知你们袁家。小二姐，哎呀，你。嘿，对着空气说，以为你在哪？空荡的房间剩下我一个。哦，开始下雨了，我开始想你了。某些情绪开始脆弱，才晓得曾经拥有过才会难过。越是深刻，就越不舍，认了这结果，你的选择。挺好的，是吗？思雅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你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了吗？秀哲哥，你喝多了，我是月月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拿着行李来酒吧干嘛？来酒吧当然是喝酒啊。倒是你，每天都在这酒吧你投资啦？我在这等思雅呀，我。你不是跟我说她今天会过来的吗？谢谢。你打算成全她？这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。对不起啊，秀哲哥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其实她这么久不露面，结果我都能猜到。只是希望当面跟她说清楚。你想知道他喜欢的那个人是谁吗？是谁啊？说起来其实挺复杂的。这个人他……算了，还是不知道的好吧。心平气和的成全他们，还是努力自己控制内心极度的情绪。其实今天他出不出来，结果我都知道，也该放手了。那你呢？就打算这么放弃和温总的感情？你不打算告诉他真相？万一他会原谅你呢？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已经很难跟他爷爷解释清楚了。况且温家本来要娶的是一个天才少女，结果发现是我这么一个草包，更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也是，万一温家告上袁家，我相信你的心里也会过意不去。那这样，你舍得吗？当然舍不得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我和他呢，在一起经历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误会，
我相信我们俩的感情一定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只要我跟他解释清楚，他一定会无条件的相信我，理解我。你还不赶紧给他打电话去解释啊？对哦，傻瓜。怎么了？他把我拉黑了。小荣，我又来寄宿了。真分手啦？不是，为什么分手啊？不会是因为我不让你们在办公室秀恩爱吧？哎呀，我错了还不成吗？你们和好吧，我给你们秀恩爱的机会，求你们了成吗？你放心吧，工资照样发，五险一金依然有，你不会被辞退的。真的？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都分手了，你还关心你的五险一金呢？对哦，那你还没说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算了，洗洗睡吧。不是，你为什么失恋？你还没说呢。我不许你再离开我，哪怕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排挤你，我也在你的身边，知道吗？那你以后不许再不接我电话，不许不理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在跟你开玩笑，你面前的我也不是真的我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假的，只有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。你说，你为什么今天不告诉我？害我在这里白白等了一下午。你倒好，跑这儿来喝酒了。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接受你的表白。你不是说月亮和太阳永远不能见面吗？这不他们就已经见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正式见面了？你好，我叫温锦晨。你爱他吗？我要是不爱他，我为什么毫无顾忌的做那么多傻事儿啊？我已经彻底想开了，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借酒消愁，遇到你这个酒友，挺好的。这大概也是我最后一次吧。我要离开了，离开这个城市，回新加坡去。那你不回来了吗？我爷爷要是知道是我跟温氏作对，他不会放过我。那你走了，那谁陪我喝酒啊？哎呀，我走了你就不要喝酒了啊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干点什么不好，非天天泡在这儿。你都走了，我来不来你都不知道，你还管我？
还管我？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“傻白甜”？啊，一般这个词儿啊是形容女孩子的。你还真是我见过的男人中的傻白甜。我又不是你的女人，我也管不着你。你好好的找一个女朋友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啊，好，翻篇了，翻篇儿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干杯，干杯！哟，睡醒了？嗯，来吃早餐吧。你这个早餐鸡蛋的形状，一看就之前没少给女孩子做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早餐我想做给思雅的。你跟思雅之前吃过早餐，可是她没有给过我一起吃早餐的机会。那太好了。啊？哦，我是说你的早餐做的太好了。啊，只能说是他没有口福，哎，可惜了。可能是我自作多情吧，也许他从来没有喜欢过。千万别这么想。我觉得你呢，能遇到更好的。只有你这么想。我可不是随便说的啊。你看啊，你的厨艺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好好的继续开你的餐馆呢？只有你变得更好了，才会遇到更好的那个他，对吧？算了，我知道你是好心安慰我。我可不是安慰你，我觉得我可以投资你的餐厅。之前你不是跟我说在川田市有一家吗？回去好好归拢归拢，重新装修一下，我们可以把它开成全国连锁。我觉得这个不用这个那个的，我现在在处理国内的一些资产，反正大笔的现金呢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做投资。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你想重新开始，我觉得治疗失恋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工作填满你的时间，对吧？夏蓉，早上好。在刷牙呢，你早一点刷完牙，赶紧去上班，不要迟到了啊！对了，中午的便当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有爱心煎蛋、金牌鳕鱼，另外你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早餐，有鸡蛋、面包片、培根片、猪猪包，还有牛奶。你要是想吃西红柿鸡蛋面的话，我现在去给你做啊。哦，还有，你晚上要是想吃什么的话，提前给我发微信，我给你做啊。不吃必反，上睡过头了。有些事情挣扎也是没有用的，会吃吗？哎呀，你跑什么？想什么呢？我好像恋爱了。那你完了。你怎么不问跟谁啊？跟谁都完了。那如果是你呢？那我们俩一起完了。啊？
温总，月月败了啊！那就你说什么？文君，过来一下。祝你平安。老板，您找我？让财务部门把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整理一下，拿给我。还有城关各大入驻品牌的数目也统计一下。另外，还有跟绿城的李总约一下下午见面的时间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老板，月月，你不说我都给忘了，把他位置给撤了吧。还有，你们也搬进来。好的。文总，月月来了，就在楼下。不见。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把门打开吧，我就送个便当我就下来了。哎呀，是上边下的命令不让你上去啊。总裁文看过没？欲擒故纵，懂不懂啊？我也不想得罪您，但是上面确实下了命令。如果您跟温总啊小打小闹，就麻烦您放过我一回。你也说啦，我是小打小闹嘛，你就让我上去，我哄哄他就完了嘛。你说我有份工作，我容易吗？我看到没？来接我了，开门吧。小袁，你还是把便当给我吧。为什么？他有点不想见你。老板，拿走。您真的不吃吗？这是月月亲手做的呀。你是听不懂我表达的意思吗？老板，虽然我知道这些话我不应该说，但你要是现在这么对他，您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忠言逆耳，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你们曾经这么般配、这么甜蜜的一对就这么散了。我希望您再慎重考虑一下，不要做出冲动的决定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拿走。老板，拿走。老板，拿走。老板，拿走。望银怎么样？联系到你姐没有？那就得让她赶紧回来呀，尽早完成跟温家的婚事吧。你到现在还在想着怎么攀附温家呢？哎，这怎么说你老爸呢？我像那样的人吗？你不是，是。这你真误会你老爸了啊！我是宁拆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的。不过一直让你瞒着温家，也不是一回事。你觉悟倒是挺高的。哎，就让你和你姐交换身份，这样不就没问题了吗？温家到现在还没有通知你吗？是什么？我已经被温老太爷扫地出门了，通知我们下个月去解除婚约。这完了，这事我当完了。爸，就算温家停止收购，你就不能把公司卖给别人吗？你嫌麻烦，你找个专业的经理人给你管理也行啊，至于这么没了温家就没了方向吗？你知道什么叫霸王合同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人也不见，亲手做的便当也不吃，不会来真的吧？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他还是无动于衷。想必这次小袁伤他伤得很深。小袁伤他？怎么不说他伤小袁多少天呢？再大的气该消了吧？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小气啊？再说了，小袁都已经主动示好了，你是不知道，每天早上他为了做这个盒饭花了多少的心思啊！
这倒好，吃力不讨好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这次我无条件站你和小袁。可他才是你的老板啊！可你是正义啊！哎，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看他们俩就这么散了吧？万一哪天小袁要是坚持不下去了呢？其实我从老板的眼里还看得出对月月的不舍。这件事要速战速决。怎么个战法？你的意思是签了这个解约协议，原生就变成温氏集团的产业了？这种合同你也签？你听我说啊，我原本以为温家这么大一个公司啊，不至于看上我们家这点小破产业，而且婚也定了，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来。那我姐呢？我姐一个金融高材生也跟着你吓唬呢。估计你姐连看都没看。不过事已至此，这约肯定是不能解的啊！约一解了，我这后半辈子就没指望了。首先，这个约不是我们说不解就不解的。其次，就算损失再多，我也不会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。我不管，你一定要瞒下去。你让温家知道了思雅被顶包的事情，那恐怕已经不是解不解约的问题了。我得吃官司啊！到时候我就死给你看。死什么死啊！总之这个约解定了，大不了我赚钱养你，行吗？你让我冷静一下吧，啊？我到时候联系你啊。此次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唤醒老板内心对小云的爱意，战略名称叫做“情景再现”。营养快线是情景再现。你准备好为小袁付出了吗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文君，过来一下。这可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爱心便当啊！某一西，这就是爱的味道呢。他刚叫我了，我现在不过去，是不是也不太好啊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之间就是这个样子，旁若无人，肆无忌惮谈恋爱的。他好像陷入沉思了，要不要再接再厉？那抱一个。抱就抱，为了小袁。3、2、1，是不是有点远啊？好像是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为了小袁，继续。这样真的好吗？会不会太疼痛你了？哎呀，我们现在的行为就是按照他们一笔一复刻的，你想放弃吗？那我来了。来。快点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好歹你也是个女孩子，这样对你不公平。演戏嘛，你能不能为了艺术，不是为了小袁牺牲一下？快点！那我，龙助理，温总是要我帮你把小袁叫过来吗？袁特助已经走了，你回你的法务部吧。啊！小荣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今天一个个都哭丧着脸？我被降职了。啊！
会是因为我吧？是不是我送便当给他送急眼了？不是你，你做的没错，是对象送错了。怎么讲啊？你都不知道，现在的老文是一个冷血无情、铁面无私、正义跟没得感情的工作机器。都这样了，看来还是我伤他伤得太深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能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清楚吗？唉，一言难尽呢。我们把老文伤得这么深，你出轨了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难道我跟林助理都站错了边？哎呀，小袁啊，每个人都不是圣人，犯错总归是会有的嘛。这是个误会，误会就更应该好好解释啦。总之，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啦。他现在正生着气呢，还是等他消气了，消气了什么都好说。但愿吧。那怎么办呀？现在你一直这么耗下去？当然不能了，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。走。我打算开餐厅。对，这个想法好啊！与其等着他，不如我们自己闯出一番天地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女人离开了男人也可以独立行走。我呢，打算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餐饮品牌。好啊！继续说。我相信，凭我的厨艺，我一定能够在餐饮那块站住脚。如果能开一个连锁餐厅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啊，对，你的厨艺我是相信的，毕竟餐饮这一块最注重的就是口味嘛。你有钱吗？这不太有。想一出是一出啊。不是钱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慢慢想办法。我准备先去调研一下市场。